以前係冇孤寒咧。我初初咧去聽經嘅時候咧，即係未接觸佛法咧，當陣時咧捐10蚊都好犀利嘅，即係我40-50年前10蚊好巴閉嘅。咁啊捐嘅時候咧都幾肉痛下嘅。咁後來咧學咗佛之後，學咗法之後慢慢開放，嗰種慳貪冇咁緊張，即係慢慢可以放啦，一路放。原來你越放咧越有福嘅，你越唔放咧揸住咧係冇福嘅。所以我哋中國話講得好好嘅，捨就有得。有冇聽過捨得啊？你肯捨你就有得，你唔肯捨乜都唔得。所以我發覺原來你肯捨咧，你個福報增長；你唔肯捨咧，你福係唔會增長。咁你就捨得啦。啊 ，OK。所以我哋中國話有陣時都幾得意㗎嗬。啊。